仲有幾個月就係奧運馬術比賽啦，到時奧運馬房每日都會有大量嘅廢物要處理，馬會計劃循環再造，轉化為有機肥料。由趙燕婷講下點樣做。馬糞點樣變肥料？關鍵就喺呢啲蚯蚓度。呢一個工場每日將馬房嘅廢物，包括馬糞、紙張同埋雜草壓縮處理，變成呢一啲灰色好似混凝土咁嘅物料，放多10日就會成為蚯蚓嘅大餐。千祈唔好睇小蚯蚓嘅排泄物，經過處理之後，呢一啲包含蚯蚓糞便嘅泥土就可以用嚟做有機肥料。就連呢一啲喺泥土入邊揸出嚟嘅水都可以做液體肥料。將廢物變做肥料，除咗可以用嚟種植，更加可以減少污染。呢咁嘅有機垃圾一般喺堆填區嘅時候咧，就會釋放溫室氣體啦。咁變咗我哋如果去循環嘅時候咧，我諗呢兩個好處就係話減少呢個溫室氣體排放，同埋咧就係會係延長呢個堆填區嘅壽命。奧運馬術比賽期間，奧運馬房預計每日要處理超過30噸嘅廢料，全部都會循環再造。無線電視記者趙燕婷報導。